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玉环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刘小弟！哇！好开心！刘小弟，这个送给你，感謝你為天下的黎民蒼生做的努力。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認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覺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愛的男人。就因為你的青梅竹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來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別的女人呢？他不會的。你就那麼相信他？這跟信不信他沒有關係。就算沒有他，我們兩個之間也不可能。如果現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結拜小弟龍三，你還能接受朕嗎？只要你還在這紫禁城裡，只要你還黃袍加身，
只要你還有着東西12宮的嬪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願意和許許多多的女人共享一個愛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遠支持皇上，那朕現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時不是挺穩重的嗎？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小孩子氣啊？你不是說過要當好皇帝嗎？好皇帝怎麼能搶有夫之婦呢？朕現在不想當什麼好皇帝了，只想當一個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焕，你……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請皇上恕罪。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緊緊地抱在一起，我心裡是什麼滋味嗎？朱哥哥，你生氣了？可是不是你說的嗎？讓我接近康熙，順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氣啊！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師兄對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萬不能被康熙的虛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沒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當成我的兄弟，當成朋友。再說了，康熙對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讓的。環妹，你對男女情事還是很懵懂，所以當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繼續留在康熙的身邊，但是心裡不跟他保持一定距離的話，一定會發生變故的。小師妹，你可千萬不能對康熙動心啊，不然不僅是對不起大師兄，對不起師父們，更會讓你自己萬劫不復啊！學姐姐，怎麼連你也這樣說呀？我都快被你們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兒女情長了。既然大家已經決定繼續留在宮中繼續打探，那咱們每個人都必須以大局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駕到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微臣參見皇上。都起來吧。謝皇上。李太醫也在。哦，麗貴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傷，雖然傷勢已經復原了，但是傷了元氣，還需要好好調養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盡心盡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點沒了性命。朕從現在起封你為麗嬪，也算是朕對你的一點補償。臣妾謝皇上恩典。愛妃，快起來吧。婉心啊，你溫柔端莊，舉止得體，你父親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這個嬪位你完全當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東西全都搬到永和宮正殿，從今往後，你就是永和宮的正主了。謝皇上恩典。婉心，身體好些了嗎？已經好多了，謝謝皇上關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來侍寢吧。臣妾遵旨。
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麼秘密任務了嗎？对呀，她執行的任務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，所以這個是給她做的。執行什麼任務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執行這樣的任務。你呀，什麼都學不好，18般武藝樣樣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聽話，派她出去啊，我們放心。再說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長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麼舒小姐？我怎麼聽不明白啊？這是機密，就不要問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，這麼多銀子啊！四師傅，怪不得他們都說你是咱們明珠谷的財神爺呢，一回來帶這麼多銀子。哎呀，我哪裡是財神爺呀？我只不過是個管賬的，這些錢呢是咱們聯盟的成員辛辛苦苦掙來的。可是四師傅，咱們既然不缺錢，為什麼還要省吃儉用啊？你個小鬼頭啊！你瞧瞧你豬哥哥啊，他還是太子呢，平日裡不也是照樣帶頭省吃儉用嗎？啊？對啊，我知道他很節儉，可這些錢夠我們花了，他為什麼還要那麼節儉啊？哎，咱們要光復大明，光靠谷裡這幾個人遠遠不夠，我們還要招兵買馬，那是一大筆巨款，錢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裡的開銷啊，自然要能省則省。哇，四師傅，這金鐲子好好看啊，是給我的嗎？哎，別，你給我，啊，聽話，哎，我跟你說啊，本來你是我們未來的太子妃，這谷裡的好東西啊，要優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雪姐姐啊，要出外執行特殊的任務，這些東西啊，都是特意買給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這好任務從來不會派給我，就是你們偏心的。哎，你受得了你五師傅在你臉上動刀嗎？啊，把你現在這個樣子變成另外一個樣子，除了各項武藝，還要練習琴棋書畫、歌舞彈唱，你受得了嗎？什麼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臉上動刀子，把她變成另外一個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來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歡這個金鐲子是不是？我答應你，等你過生日的時候，我一定送你一個比它還要漂亮的給你。算了吧，金鐲子太貴了，咱們1個月才半吊錢，哪買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應你了，就一定說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師傅，我回來了。雪姐姐，你怎麼跟去年走的時候不太一樣了？小師妹，我在外執行了1年的秘密任務，就是要努力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。我當時還嫉妒雪姐姐呢，我還覺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麼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麼多好看的首飾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可沒有想到，她原來這麼不容易。何止是她，我們每個人，又有誰容易了？環梅，你那3次侍寢，也是這樣，被抬到康熙寢宮的嗎？哎呀，那事兒都過去了，也什麼都沒發生，你就別再提了。看到康熙照傾城侍寢，你的心裡是不是不是滋味？那當然了。不過你別誤會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覺得雪姐姐心裡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現在卻呀……你別說了，在這紫禁城的日子，對我來說，是一次最大的考驗。
我不僅要忍辱負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